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Dina， 你幾多歲？今年35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分享去香港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下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 Dina， 今年35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基督徒，我之前做過喺內容4年。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最中國餸，好似蒸雞、蒸腰、蒸芹、炒菜、煲白粥、煲湯。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，好似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、同佢哋玩、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餵 BB 飲奶、幫 BB 沖涼、幫 BB 換尿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到啲錢。我一定會勤力、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借我做工。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